呢個叫如一嘅新盤係喺何文田忠孝街1號。根據網上樓盤資料所講啦，佢會分3期推出，成個項目總共提供844個單位，而今次推出嘅3A 同埋3B 座總共就有183個單位。好啦，至於佢賣幾多錢，佢個開價係點，就並唔係我要研究嘅嘢。我要研究嘅呢，就係佢喺風水上，包括咗地理位置同埋單位嘅坐向線度。大家可以見到如一整體呢係以背靠住京士柏配水庫遊樂場呢一邊嘅矮山丘作為靠山，而且呢採取咗坐西北向東南呢一種線度。喺嚟緊2024年立春日後嘅下元九運，採取呢一個坐向係屬於一個旺財嘅線度嚟。加上佢相比於周圍何文田啦同埋紅磡嘅舊建築群嚟講，都係要高。大部分嘅單位都可以立到遠景，同埋可以立到維港真水嘅海景，所以喺地理位置上係攞到比較高嘅分數。好啦，至於大廈單位嘅朝向方面，整體嚟講總共可以分為3個，分別係以坐正東向正西3A 座 A 至到 C 嘅單位，另外以坐西北向東南嘅3B 座 A 至到 D 嘅單位，而最後就係以坐東南向西北嘅3B 座 E 單位。我攞咗發展商提供網上嘅單位平面圖，再加埋我用羅間去實地去勘測，得出咗以下嘅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先講下呢2座樓，普遍嘅單位嘅間隔都係偏向長方形，亦都係相對四四正正。缺角嘅部分唔算多。呢一點亦都係有個好處喺度㗎。喺風水學上面嚟講，一間屋內每一個方位都會對應一個易經嘅卦象，而每一個卦象亦都代表咗單位裏面嘅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成員嘅身體部位，甚至乎代表咗某種特定嘅事物性質。所以單位越多缺角嘅話，就會減弱咗呢啲特性，咁樣就肯定會有負面嘅影響啦。好啦，講翻今次呢2座單位嘅朝向線度先。先講下以坐正東向正西3A 座 A 至到 C 嘅單位。佢本身係立住一個旺人丁嘅線度，但係由於向正西呢一邊係背靠住頭先講嘅京士柏配水庫遊樂場呢一個矮嘅山丘。呢個山丘唔算高，正所謂山管人丁，所以相對嚟講，坐旺人丁運勢嘅力量就變相減弱咗啦。相反，旺財嘅效應就係因為立得較為開揚嘅景觀同埋採光度較大，反而會提高咗。整體上向呢邊以中高層嘅單位較為高分。另外再講下以坐西北向東南嘅3B 座 A 至到 D 嘅單位，以坐向線度嚟講，係屬於立喺一個旺財嘅線度上面，而且正向係以望住紅磡至到北角一邊維港嘅真水海景格局。所以我個人認為向呢邊嘅朝向，比起頭先講嘅3A 座 A 至到 C 嘅單位嘅朝向更加好，亦都符合咗風水上下元九運地運嘅寧靜神水嘅法則。好啦，講埋啱啱向相反方向，以坐東南向西北嘅3B 座 E 單位。呢個單位係立住一個普通嘅線度，有部分嘅景觀係俾3A 座 C 單位遮擋咗，加上線度上喺風水上嚟講，佢嘅可造性係相對較弱，分數上只係一半嘅啫。我建議到時入伙之後喺室內當旺嘅方位做翻一個平衡同埋坐旺嘅佈局，相對會較為好啲。最後嚟一個總結啦，如一成個項目喺地理位置上，包括咗採取嘅立向線度都算唔錯，加上四周圍都係屬於舊嘅建築群，同埋比較開揚同埋空曠嘅景觀，所以大部分嘅單位各自朝向嘅線度同景觀都算配合。發揮出嚟嘅風水效應都算高。綜合分析出嚟嘅結果，我會俾一個中上嘅分數佢。我對上一次嚟何文田帶大家睇風水嘅已經係如一呢個盤啦。今日呢度又有一個叫朗然峰嘅新盤推出，究竟佢風水好定唔好呢？我哋即刻去睇下。今集帶大家睇嘅朗然峰係喺何文田忠孝街1號，亦屬於港鐵何文田站上蓋嘅物業。佢總共分為第2A 同第2B 期2期咁發展，當中由5座住宅大廈組成。第1、第2、第3座係屬於2A 期，第5同第6座係屬於2B 期，而呢個5同埋第6座又再細分為左右兩翼，5A 同5B，同埋6A 同6B。成個項目總共提供990個單位，關鍵日期就喺2025年嘅3月。其實我哋香港風水盤呢個節目已經喺2-3年前開始跟進同埋留意佢嘅發展進度，由佢仲係喺地基工程，由佢再換埋個發展商，再到隔離嘅如一都起好埋，
到最後成個項目起到七七八八，我哋咧一直都有拍攝同埋記錄低。嗱，大家可以見到啦，朗然峰呢幾座大廈嘅外形同埋坐向，基本上咧都可以清晰咁睇到。嗱，至於成個項目嘅地理位置係點呢？嗱，今集咧我唔特別詳細講啦。如果大家想知嘅話，可以睇翻我之前分析，響正佢隔離兩個嘅樓盤，包括咗天柱同埋如一嘅風水節目分析，就可以知道啦。嗱，今集咧我想集中分析一下朗然峰呢幾座各自單位響坐向上嘅好壞之處。嗱，我用咗發展商提供嘅網上單位分佈圖，再加埋咧我用羅間實地去勘察，得出咗咧跟住落嚟嘅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嗱，先講下第一、第二、第三座向佛光街一邊嘅單位朝向先。嗱，至於佢哋係屬於咩樓層，大家可以參考翻分佈圖上面嘅資料就會知啦。嗱，原則上呢三座樓都係採取咗大致相同嘅度數作為朝向，佢哋都係以坐西南向東北為主。喺風水線道上嚟講嘅話咧，係屬於一個旺財嘅線道，而且正向嘅呢邊景觀係好開揚噶。前面咧係立住何文田配水庫遊樂場同埋草地足球場。嗱，可以見到啦，一片翠綠，而且咧呢個球場面積比較大，對於呢幾座向呢個方位嘅單位嚟講，屬於一個咧好靚嘅聚水名堂。外局嘅巒頭同朝向線道都算配合，景觀咧其實真係冇得輸噶，所以咧屬於高分嘅位置。嗱，不過咧有一點要特別提一提，如果係屬於低層嘅單位咧，咁相對就冇咁有利啦，因為同樣正向嘅呢一邊，頭先所講嘅草地足球場係起向一個咧山坡上面，所以低層嘅單位所立嘅景觀咧就會望住呢個帶啲岩巉山石嘅斜坡。嗱，呢種外局嘅景物咧，其實係屬於風水煞氣嘅一種嚟噶。所以咧會減弱咗朝向線道嘅效應，甚至咧有負面嘅影響。所以建議啦，第時入伙之後咧，向呢邊嘅露台或者窗台上面做翻一啲咧平衡同埋化煞嘅佈局會好啲啦。至於呢三座背後嘅單位，佢哋同樣都係採取咗大致相同嘅度數作為朝向，都係以坐東北向西南為主。喺風水嘅線道上嚟講嘅話咧，都係屬於一個咧旺財嘅線道。嗱，不過呢邊正向嘅聚氣位就唔夠頭先講向配水庫遊樂場同埋草地足球場嗰邊咁大啦，而呢邊嚟講，主要係望住對面如一同埋紅磡一邊嘅樓景為主。雖然中高層以上嘅單位咧都可以望到遠處維港嘅景觀，但係整體上外局巒頭同朝向線道嘅配合，分數上都係唔及向球場嗰邊嘅單位咁高分啦。嗱，向呢邊嘅單位，我認為咧以較低層同埋中高層以上嘅單位相對咧會較為好啲。因為咧低層嘅單位可以立到自己屋苑嘅內園泳池，同埋對面如一嘅內園景，作為一個咧聚氣位。因為咧可以立到遠處嘅維港真水景觀，加上咧立氣都比較好。以一個咧旺財嘅線道嚟講，同樣可以立到真水，呢一點咧都係對整體嘅集運有幫助噶。嗱，最後縱觀今次呢三座樓嘅坐向線道嚟講，我覺得咧都算係立得唔錯噶。而我個人咧覺得以向東北一邊嘅單位喺風水上嘅可造性咧會更加高，所以咧我會俾一個中上嘅分數佢。嗱，至於第五同第六座嘅單位嘅朝向又係點呢？我哋留翻下一次再同大家分析啦。如果大家想睇到我哋更多嘅風水命理、面相掌相同埋易經嘅節目，歡迎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噶。